大家好啊，我係菲力啊，又係時間咧，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多倫多地產管理局咧喺5月份嘅地產數據啦。咁首先咧，我哋睇一睇嗰個 market report 先。咁咧喺嚟到2025年嘅5月份啦，咁五月份同舊年2024年5月份比較咧，個銷售數字就下降咗13.3%嘅。而嗰個新增掛牌嘅數字咧就上升咗14%嘅，咁所以而家咧如果要揾盤嘅朋友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時間嘅嚇。雖然經濟就唔係太好啦，咁但係咧有啲地區咧，我哋一陣間可以睇到咧，亦都有少少反彈嘅趨勢嘅。咁咧首先睇下全部地區先啦，416地區咧就全部都下跌啦，同舊年比就由-3.3%啦，去到8.4%嘅。咁而905地區咧就係由-4.2%咧，去到-5.6%嘅。咁呢個係全部地區嘅平均價格啦。好啦，跟住咧我哋睇一睇分區嘅價格啦。咁首先咧我就做咗啲圖表啦，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呢個咧就係全部地區獨立屋先啦，先睇獨立屋。獨立屋嘅價格咧，曾經喺4月份嘅時候咧升過少少啦。我再放大啲俾大家睇睇啊。咁跟住咧嚟到5月份咧，又再跌翻去142.5萬啦。跟住咧，列治文山咧就係反彈咗嘅喎。上個月咧係126.8萬啦，今個月咧反彈到130.6萬嘅。咁萬錦市啦，Markham，萬錦市咧就由116.2萬咧，而家咧就下降翻去到114.5萬嘅。跟住到旺市啦，旺市咧亦都係下降咗去到由132.7萬啦，下降到126.8萬嘅。跟住 City of Toronto 啦，City of Toronto 咧係連續2個月上升啦，由123.4萬咧，而家輕微上升去123.7萬嘅。咁所以咧，有少部分嘅地區咧，其實咧已經係有反彈嘅情形啦。咁希望呢個情況會繼續好轉啦。咁如果大家對你所在嘅地區或者你有一啲你有興趣嘅地區想知道嘅咧，可以隨時聯絡我啊，我會再分析俾大家睇嘅。咁我聯絡嘅方法咧就喺呢個片嘅 description 嗰度啦。另外咧，我亦都開咗個 channel 咧，誒、大家知道我以前喺香港咧就做財務分析啦，咁做過保險公司嘅 finance director 同埋CFO 嘅咁我就開咗一個CFO financial talk，咁大家可以喺呢條片嘅上面咧揾到條 link 咧，咁裏邊咧我亦都會分享其他關於財經方面嘅知識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日要講嘅係咁多先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